價37萬8，你就可以喺中山食期買一套精裝現樓複式兩房單位，每個月保底租金2300蚊，可以月租打月供，仲有錢入袋。355尺呢隻單位兼顧你對全房都嘅認知，樓底4.5米高，動靜分開，雙層嘅實用率高達150%。精裝現樓呢啲定製櫃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而且衛生間亦都係幫你做好洗啦，終於你拎包即時就可以入住。呢度係一房變兩房，唔單止提高咗舒適度，而且37萬8嘅價錢一樣可以擁受。出租率高達90%，每個月揾到2300蚊，而且到年尾仲有雲源分紅。真白公館位於東區與石岐嘅交匯之處，周邊5大商圈環遊，有利和廣場、大順新都會、萬象湖等等，步行10分鐘就可以到達。樓下就有2大直通巴士，一個半鐘可以直達香港。小區容積率只有1.5，中意嘅朋友可以喺下邊區留言或者點出面圖像諮詢我。